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，平常爱出天咩风做事，下个时节手留斯坦人大追股，不过你下爱门去小鸡强喵，还会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因为奥多麦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跳下落去了哦。客家开垦，客家开垦，客家开垦。三甲到嘞，我家啲三甲路街改变行一年了哦，你阿片很多料哦，我请竹笋太王，当然有很多国服歌哦，而是竹笋爱客家哦。国服哥，哎，在这里。啊，你去做啥啊？系啊，这贵竹笋呢。哎呦，哇哦，你做会搞挨嘛？哎，做得嘞。你下手爱用手好嘞吼。哎，你安好嘞，但你跳要出边跳到讲嘞，无轨道啊，出墙嘞，驾驶都无好。系嘛？嘿，我看你机好。动贴片咯。三家你搭贵竹笋，仲讲俩仲个顺促的嘞，贵竹笋咧，倒的。哦。顺促的。但是你刚刚讲啊，你啊爱用出墙的，嘿，无按好的。嘿。但因你木下该顺风咩，又该用个竹叶啊。嘿。该竹叶该全部会看得到，挨当过得到啊。看唔到啊，因要看夹必顺啊，像俩带啊有必顺，我俩带都会有竹笋的。哦，原来按有你哦。嘿。好啊，该你做点示范一下给我看。好，我们来过俩机下墙诶。好，哇，很漂亮哎。哦。俩机离下来，双太极啊来，1、2、3，哦，动强松嘞，强松哦。爱用就这个这样子就一颗了哈。哦，俩你咱就几顺嘞。看你动好势啦，唔会跳俗啊，唔会跳落。你都安尼俩出墙啊，我双模好嘞。系嘛？哎，咁唔怕。哎，规拍拍的好些。你唔好买，挨带转伊。哦。往去哈。往去，来俩哦，俩你几酱的有嘛？好，挨来。来，先到竹笋啊嘛。哎，奶先背出来。先背啊。哎，我本来看啊，俩有跳嘛。嘿，差不多都一段的时间，将来签一下问题。哎，你看俩顺的吼，俩较细，啊俩带嘛较细，啊拄俩较太条俩带。捞去唱啊，伊都哦，好，该应该先唱了嘿，好，1、2、3，哦哟，有料，哎，很疗愈哎，哦，唰，这个声音很好听啊，不错哦，哦，俩机啊，有实力哦，你还好的哦，懂好的哈，哎，俩机啊好啊，哎，爱用差不多就2片，会跳俩用下多的，有个角度。好，1、2、3，转哦，哎，有糖豆该上哦，哎，慢捅，好，1、2、3，哦，哇，哈哈，是不是产太低了？没关系没。哇，哎，让我顺的他讲当时啊，哎用看大宋了大宋都了解的哈，嘿，呀，我差不多给金嘅素材，香港嘅素材。啊，毛团，即个然后编下来，叫做大宋嘞，唔怕。那片毛嘞哈？哎，毛嘞，该你玩该片啊？哦，好。挨到情况好嘞，好啊，好嘛？加讲有该笔的嘛，有笔的，哎，有笔的，嘿。两片，哦，哎，我送错的航空啊，哈？你讲嘅行嘅，太专业了，你讲嘛个意思？航空啊，就
肚空啊，用前空啊，嘿，背空啊，哦，背宽啊，嘿啊，嘿，哦，这样子，有，有啊，有看到没？哎用抓条就讲的啊，国富哥，嘿，抓做演啊，嘿，抓哪下高兴调丝的吼，哦，唔是啊，咧当然吼，咧总爱牵来，要牵来，嘿，啊，来牵伊来啊，顺的，才唔要出墙，唔要出两枪，人拍拍的，能当复习。 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哎呀，哦，有，哦，有奖哦，有，这样子很漂亮哎，哎，这个很漂亮哎，这个可以卖吧？我的哦，抓条按用身差不多几多钱？哦，哎，你白条了，真硬价哎，真正啊，竹笋按贵哦。一斤8块条诶，哦，咁有钱人哦。哦，有钱人，哎，多用诶，个情况啊哪个呢？情况啊？哦，抓。哦，按我用，然后冇看到伊个有看到，哦，你当然有皮诶，嘿，哦，两条，两条。咁唔好松到，先2条好咧。哦，当纯诶，哦，那咸要大松啊。哎呦，好冇？呀，那角度要用蛮深，唔出条诶，唔错条。诶，这拄两边条诶，哦，好。哎，专业的跟观光客就是不一样哦。这方面也拄两条啊。啊，这个这样子我比较有成就感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多可惜啊哎，出力的，哎。出力。我傻眼。诶，看迄要用该多嘛，该尖的素菜，先切下伊。可能能抢那好哩。诶，有嘛？耶，强哦。你迄嘛该做的啊？绿煮。哦，一般你该传统吃都该绿煮笋出的料种的啊。嘿，哦耶，你基本的。你基本啊。正确示范看一下，正确示范。来，汤还散哦。哇哦！然后呢？哦，好厉害哦！啊，这泥巴还要再改填装伊，但唔会出墙。哦。哎，用拉你用啥色的哈？哦，拉咧。你推伊萝卜还带竹笋的来洗头嘛？好啊，懂也没好。今日系拄啊贵的，凉拌竹笋。炒竹笋、竹笋汤。要哦。哦，唔会。好。哎，你好。太瘦。哦，哎，你好，比较好机会煮竹笋的。看嘛，啊，吉阳都国服，吉阳都国服。啊，吉阳露台啊。哦，你看我有去山上关。嘿，我甲国服哥突爱去的。对啊，像太瘦的，咱搞伊用蛮煮竹笋。煮汤炒，还用卤的。啊，伊个心嘛该要讲出来。那就宽爷省一啊。好吧。啊，来。哦，神蒙国富哥金辉哦，我真有金辉到牙木下哦，太高太瘦。哦，我先来说了，甲老个国富哥向下落去摘的嘛。起酱的笋叫梨子笋，像梨子一样。很像甘蔗，很甜呢，很甜呢，真的很甜呢。你真的好像有读农业的哈，甘蔗跟竹笋是同科的。哎呦，科的哎。有嘛？所以会经营就会像甘蔗啦。哦，甲太素具有讲到其带心目，啊，其实了竹笋具有一个特别的说法，就是吉祥。来来问看吉祥有好什么？我讲酸甜。你要做的去那种咖啡店的做的卖下午茶那种，哦，女生吃很适合。
顺天顺，有点恋爱的感觉。哇哦，恋爱的感觉。凉笋吼，嘿分法咧8种啦吼，还有阮笋丝加蒜头、加酒、加米醋、加米丝可能是个，阮是含猪肉的啦，哦，这种加咧来料无，永远都哦加沙拉啦吼，料酒啦，五味酱啦吼，很多种吃法。很多人吃啊，用沙米锅嘛做的啊。不是太瘦料黑凉拌，对，凉拌，这也是凉拌。啊，这比较大片那样子。只是它是切长条形的，这是切丁的，它吃起来口感不一样，这个比较扎实，哦啊，这个我觉得比较好吃，这个比较绵密，对，我吃软不吃硬的，对，比较有嚼劲。啊亮哦，这个就是用卤的，对。啊，那不会看到个顺感个煮料种啊，对係啦，順乾，較醬嘅嚟做涼拌，較重班嘅啊吼，都係煮湯，啊有面劈烤煮烤，較濟吼，嚟炸起來都做順乾，你也買當貴哈， 10件咧，做1件。太瘦太高級，生意又多，哦，廿木下做竹筍嘅生意做幾久咧？差唔多50年有啦，對挨爸時節開始啊，家下挨爸都睇通啲地方啊，嚟做農業研究班。啊，睇家研究啲葡族嘅啊，不能辦流水羊，正經比太學生個較厲害咧。竟然搞啲做試驗，一安樣人改一隻改睇安樣版流。做成果報告就對了。哦，哎呀，像厲害啲嘅啦，睇家啲幾信用，都一幾順馬把人啦，做信用啊冇那啲。剛開始哈，就是要母親供養養分給那個筍母。哦，好，所以說我們這邊的竹筍，因為它太低，不太甜。台灣的農業科技越來越厲害。厲害你培一幹梨啊！係。你買起隻技術咧，因為做筍叫先物嘅培，然後用物嘅培先。像專業的湯姆馬該是，我看我曉說就好咧啦，那唔是提案所以做啦。講農業吼，樸實無咁簡單，拿來正經咧。就正經專業的啲料片，哦，駕駛會是切到嚟切，大家用。哎。你啊偏去三甲路嘅順風有一個鳶山，大家啲鳶山哦，然後嚟土太甲看野景。哎呦，當高呢？睇下看呢片野景，唔會差啦吼。你要節目咩無分太加什麼吼？你要拜深入民居，然後一般港鐵無平用佢就種竹筍嘛，哦，用無平用嘅工具，哦，搞來用蠻去嵌下去，其實產下去的時候蠻療癒的。但係我冇想到竹筍有咁多嘅學問啊！即係種竹筍嘅人啊，係用奶撈嘅鉗起來，佢用上上會啪啪嘅，哦，還好看，架勢會還好，是我一個新的認識。